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囡仔遐囡仔仔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来，徛几排，徛几排。今日哦，咱来到这个神殿，就是要摕宝藏。恁敢有想要摕宝藏？哦。来到这个所在有欢喜无？哦。安尼等者大家好好表现哦。石门神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队长，听讲你今日出来探险队员，拢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哦。如烟介意拍羽球，依林介意跳舞，对。有同介意弹钢琴，对。真hit介意跳绳啊。对。探险队长介意食好食的物件。哦，真好，大家拢有兴趣，安尼就要好好啊加油哦！今嘛恁就要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家人信心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很是。真水，嘿。啊，你咧创啥？哦，我伫看鸟啊啦，这是我兴趣，你唔知哦？哦，哎呦，我有当时啊吼，就想话，有当时就想鸟，是不是最有气质的？哎，你拄仔跳落来时阵，甲拄仔起来差不多款。你真搞，你帮我提一个，我去提我的法器，我要甲伊修理一下。大家敢知影想鸟会用到的物件？敢知影我这手提的说啥？这样装。千里敢知影？真正有道理，因为千里，通我看到虽然毋是真正千里，但是千里就是一个意思，真远的意思。啊，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吊镜。咱就因为咱甲物件足远的物件，就亲像我甲真远啊摕来头前，甲伊吊来头前的意思，吊来头前看，就变较近嘛，这叫吊镜。会安尼甲恁问一下，恁平常时敢有伫咧学校啊，还是去倒位佚佗，有看到一寡鸟啊？亲像我上届看，亲像台南的乌面腊杯，啊恁呢？我有看到触礁啊，触礁啊！触礁啊！哦，安尼看恁哦，是去真侪所在，台语拢练了真好。好哦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哦，咱拢对家人来的小朋友嘛吼。对。啊，恁安尼算挖海，啊，恁敢会晓游泳还是游水？会晓，会晓，会晓。会晓的举手我看卖。会晓？哦哟，依玲你袂晓？我袂晓。依玲你安尼，你是毋是甲顶届来想阁变阁愈悬啊？有真溜差几公分？ 2公分。差2公分哦，会无偌久的时间呢？我经过10几年嘛是差不多呢。真熬哦。上会啊。我有听唔对伊无？你是讲向想的？你啊，智慧之神。我紧啊，这是你的你是咧特色啦。最后开讲的，家人来的囡仔仔，好，我紧。第二步我甲你讲，我教一个，较难的。袂当呢。袂当安尼哦。要想袂感觉输人的温暖。是话是讲阮无讲白菜。当伤啊！啊，你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你足高嘴的。哦，对啦，你真正最后开讲的啦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。安尼真正比赛要开始啊！好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好，咱较头前，我要开始啊！较头前，好。先好哦，哦有。
兵啊，手落啊，哎，对，收到啦。好，后壁袂用讲。真是大声哦。按公叫，好，对。来，加油！哦，这高兴。触角啊，嘿，无唔对，触礁啊！喂，无对，来加油哦！乌兵来飞，哦，这好看，这台路平音你无法度。哎呦，世界两无放假赛有，水，放水在。真高哦！倒架，倒脚对，安尼你看倒手边啊吼，看倒手边讲。树蛙，树尾对，树尾啊去树尾甲我收咧。牛仔树，嘿对，牛仔树，牛仔树，有无？嘿对，羽毛球，上上爱拍的羽毛球。喂，无对，过来。嘿，无对，安尼啊？加油！新好才有法度回答。温管，温管无唔对，温管这个冬天啊，啉哎呦温管哎呦，拍者。嘿，也听咧，听雷，对啦，听雷，哎呦，有啊无？千里行，对，千里行，但是头先有讲到吊行，来，嘿，行，徛对，徛，哎呦，这个是石强，色石用，水，有色用有啊，来，剩20秒哦，加油！家人上济啊，恁家人上济啊，家人上这啥？家人遮济，恁竟然唔知影？好，来后一位，是啥？家人。加油哦，剩5秒，红印，防疫水啊，够有无？来，英哥，什么？英哥，唔是哦，是迄落，我看，嘿，石哥，哎呀，10个啦，好，这题无算哦，这题无算，甲你加一个，更头加好，来，真好，表现得真好。家人足济啊，我定逐工去家人港，是毋是家人港足济？对，足济啥？马晓，老晓，无唔对，老鹰。好，咱看卖还佫有无？哦，即句话咱做伙念者。来，世界两无放假赛有，这意思敢有人知影？正经的代志唔做，了代志上熬。看啥出来？就是安尼。对嘛？你正当真简单的代志拢做袂好，干嘛通了代志？世界两个无放假赛一大堆。会当做咱的台语小老师。嘿，会使，绝对会使。咱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题目应该是无介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毋过恁表现得真好，真简单啊。小简单。好，你既然拢安尼讲啊，后一关准备者，准备接招，引来甲。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会记哩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来到这关哦，顺序就真重要，因为我后壁身上已经乱去啊，看你安怎甲伊排出来。武栋，头先咱有讲到 A 甲悬对毋对？对啊，我是算 A， 啊你下去算悬啊 A， 算普通。普通啊。好，安尼咱讲到咱的服装，因这关哦，形容是最重要的。你感觉我的服装？是最少丰富的。啊，水。啊，搁有无？啊，搁有你的羽毛就特别。有啦有够啊，安尼应该又会出来是智慧之神啊。即马题目就是为 A 甲悬1号甲6号，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来哦，对面准备好未？哇！准备接招，引来甲。好，开始应用。请问恁上悬的物件是啥？
大就是伊的哪足长的。 A 是摆得好是情，一个动物。恁上悬是一款动物会当形容一个伊的外表哦。伊的红棍足长的。哦，安分不就动等的哦。安尼，恁即摆来形容的这应该爱排伫咧第六个。个。哦，6号啊，然后6号。阮上悬的是一个动物。嘛是动物啦，什么动物？紧来。甲好要讲啊要讲。哎呦，刚好要讲啊要讲，安尼，阮上 A 就是拜一到拜五拢会去遐，啊，搁有会够使上课。够有老师有老师会当上课的所在。拜一。这阮应该爱排咧第一个，啊是你上细的是啥？阮上细的是，阮上细的是，你若食甜的物件，无随甲粪扫，等咧粪扫桶伊就会走出来啊。安尼你爱放咧第一个，阮放咧应该是放好，咧第紧嘞紧嘞，恁哪当，无时间要来有春节温馨。你应该是放咧第二，阮是第二，也是第三。最后一分钟，啊，阮一个是一个动物，是台湾最有名的。台人最有名，安尼你应该爱放咧第四个。第四，敢若是安尼第。你上大的是啥？阮上大的就是甲好要讲啊要讲安的，尼你上中央的是啥？阮中的是。刚好要讲啊要讲的，会去抓伊。会抓人的哦。安尼你应该放咧第三个。好来，等下。去啊，剩20几秒了。啊，搁有一个就是放咧第五个。啊，第5个先形容一个。看，哦你，第五个是啥？有啥物？有啥物第五个是甲好要讲啊要讲的物件。啊，还有其他的无？你到底有偌济较好共款？是啦，第五个是好会甲伊食的啦。我是第二个、第四个、第六个。 紧嘞哦。 7、6、5、4、3、准备好无？ 2、时间到。时间到，好，煞。来，徛到我的。感觉真呢讲起来敢有困难？袂困难。袂困难。虽然一直直讲较好就行的，咱来看卖到底因通啊钓着几题，现来卡。哎，这个 A 较悬哦，我安尼看过，敢若有淡薄仔唔对哦。哦，咱先来看卖第一个，安怎念？头前武栋讲了真好，物件你若食无清气，放喺粪扫桶会走出来。加抓排第一个，所以第一个无唔对，破声出来。第二个小学生，是恁即摆身份对唔对？对。啊，头先恁是安怎甲阮这边讲的？你会使去遐读书，佮有老师咧遐。啊，搁会使上课。佫会使上课礼拜一到拜五拢会使，拢会去遐上课。哦，虽然即摆安尼看起来加抓小学生是对的，啊，毋过咱佫看后一个是啥？鸟鼠。鸟鼠敢有避开的？好，安尼先换位，调一个。来，选位。哦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安尼就对啦。安尼目前安尼对哦。好。耶！对鸟鼠，小学生过来是啥？乌熊。头先你有讲到乌熊吗？阮讲这是台湾上有名的。啊有，你有无听到？武栋你有听到？我听做台南上有名，所以我做乌面大杯。哎呀，当然上有名是我过啦。对，我就想着白天过。白藤龟蛙龟。咱拢想着食是安怎？好，搁咱搁看，鸟啊，这较细，较下。较会，啊伊应该排伫第几名？第四个。唔对哦，第三个对唔对？对。好，啊，紧开始刷，刷位，甲刷正确的位置。对哦，做好正才会得人听。咁咱嘛唔对。安尼搁爱搁抄一个，小学生爱甲乌熊搁抄一个。对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共同合作就对了。好，安尼就对，好，咱搁整理一下吼。鸟啊，好，小学生比鸟较大。乌熊比小学生搁较大，上尾上大的是啥物？上悬的？
头先有人讲什么拿？哇，有足侪拿的款，伊可能发音走去啦。嘿，就是颔棍，颔棍就等于你就想到是麒麟鹿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安尼即摆来看卖，恁到底是钓几题？拢总钓2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袂歹哦，安尼累积起来，你有一个半个金箍箍啊，摕宝藏的机会嘛真悬啊！上尾一关哦，加油好唔好？好！来准备接招，恁来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好，来到这关真趣味哦。爱甲遐个动物拢赶转去厝的。啊，伫这进前，我知影有真侪小朋友拢有真侪才艺啊。像是如hen你爱做啥运动？拍羽毛球，拍羽毛球，啊，敢搁有？拍篮球，篮球哦，我看你穿球鞋就知影。啊，听讲一定是爱跳舞，对。是不是？哦哟，跳舞这个部分，米可把依照往后跳。哇，就水耶！哦就水耶，卡就老哎。我是有摕互你钱是无？你就讲我老啊是米可把要跳是？我袂晓啦，你袂晓啊无这厉害啦。一定人即摆人跳的拢学 MV 舞，拢真厉害的。强的哦。我迄世界级的呢，安尼即摆要开始比赛啊，啊，恁来做鼓哦。好，这拢无问题啊。没问题好，安尼转去恁的门遐。好哦，你嘛真重要哦，爱甲这个气球动物赶转去哦。好，时间爱值，知无？好，来，准备开始，听来噶。好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选一个动物，你喜欢的动物。哦，牛啊！草皮啊顶管，草皮啊顶管。动作开始了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，进来哦！轻轻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哇！好，来等下等下。那阵我今仔日流鼻水，我就会摕卫生纸来洗。好，对，好来，进来进来。主角差一滴啦。好，狗啊收哦。你狗啊收。狗啊！狗的收有较细空嘞。狗仔厝紧的，甲伊下边去。啊，过头。你袂使徛共边嘿，爱另外一人伫这边嘿，啊，甲下边去。加油啊！轻轻的。好，差一点角度调节，啊，你徛过来。嘿，对，比起。不要啊！哎呀我这只狗啊，那这我破啦！加油！时间要到，出几分钟？出家练高起跳。哎，你给我头。哇！小朋友来家。今仔日厝熄火啊，水灵车就过来。一个一个阿姨啊，加着咧厝的加着牛奶水啊，向听到水灵车来，可能是别人引导的机会。好，来加油！徛过。你个甲下边去。要过头，你有一个人喺你后壁，嘿啦，袂使拢你徛共位啊。先来一过好来，来。下边去，轻轻的，走来。好。加油！徛过。不要放弃哦。你个甲下边去。你有一个人喺你后壁，嘿啦，袂使拢你徛共位啊。好来，下边去，轻轻的，走来。比起，加油，好，有啊。来。哦，这有忝哦。今仔日的天气足歹，反正暗时的时阵会落雨。对，水。好，来，继续。 4秒、3秒。好，时间到。咱看嘛，第一个题目是流片加卫生纸。头先已经讲了足清楚啊。我若是流片，我就摕卫生纸来称片。你袂使讲哦，我看到我同学伫流片，啊，毋过找无卫生纸。水灵车大家敢知影是啥？会修处，就是拍火车嘛，对，水灵车。啊，有灵吹啊，这两个斗做伙其实无好讲吼。有难吼。嘿啊，来，如hen，互你表现一下，你莫一直摕，哎，莫放弃啊！你摕到后壁叫嫌加伊哦。
尽量讲看卖啊。小弟嘿咧食龟苓喙啊，嘿，食到一半，食到一半，伊听到水灵车的声音，安尼意思，就哭出来了，惊到惊对无？伤大声，伤大声，好，真后，拢总得到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来哦，2个金箍箍，2届机会，看恁摕到宝藏无？来哦，现来甲。总算来到摕宝藏的这关啊，感觉有机会摕到无？有哦，哇，这有信心没哦？对啊，安尼你们选择一个，因为这哪个哪里都会刷牛。决定好啊。对。好，来手放起哩，确定哪里？对。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交一个朋友啦，家人甲东北角嘛算足近的，我嘛遐个人啊。这粒送你，无伫咧哪里？我伫咧哪里？因为你今仔日表现了太好啊，我直接甲你讲无伫哪里。爱轻轻啊！好，要紧啊，飞地恁，我已经送恁一个啊。有啥对飞机是你上高水啊？马上缘投。宝藏摕出来。好啦，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啊，咱嘛是爱照规矩来。好。两位算你是毋是？对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，请起落。佫剩一个机会呢。甲你讲毋是。绝对毋是啊，就甲你讲毋是啊嘞。我就希试看望是梅花鹿。要听舞动的还是听？哦，听，这个。你该梅花鹿。会咯。哦。三票拢是梅花鹿啊。试看卖吧。啊，就试看卖吧，伊拢安尼讲啊。好啦，手放起哦。真紧张，真紧张，非常紧张。上尾一个金箍箍。拜托。梅花鹿，请起落。拜托啊！哦，对啊！颁奖。这个礼物下面是哦，伫阮第一季非常的受欢迎，无对。大势到伊，这真好耍，就亲像恁家人庙口夜市啊，真侪好食的嘛，你就常啊去对应着遮真侪好食的物件，内面足侪小食的。介绍着咱台湾的小食呢。是，哦，赞哦，安尼大家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真牛真牛。